决定民俗台湾第一乡西港乡，今年有3个舞场受邀请到国庆典礼表演，分别是七股树仔脚、保安宫大天府白鹤亭、西港乌树林公主宫竞赛场，以及安南区溪南寮兴安宫竞赛场。为了让国内外所有朋友看到因的精彩表演，3个场头200多人，伫16号伫罗里门天后宫广场头前操练，钟鸣盛大。第一次我们将民间的阵头拉到这个国庆大会上去，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哈，所以这个意义非常的不一样。那第一个是将阵头我们在做这个团练，其实就是在捍卫自己的乡土将这概念呢引进到国庆大会里，那也刚好跟我们今年的主轴守土卫国、你我同行的概念互相的呼应所以这个是我们国庆大会的第一次。200多位成员伫大日头下练习，也袂讲苦，因为会当去国庆大会舞台上表演，大家拢感觉到真光荣。不高兴呀！对，因为只有看过，没有进去，没有到前面呢。嘛，希望讲把咱这地方的这文化传承的物件再带动给全国。我们都了解我们台湾西港的第一乡是如何去筹备去表演，让大家都了解我们这个文化。什么叫做金狮阵？什么是宋江人这样？然后我们就是有两组金狮阵，还有一组白鹤阵。过去伫国庆典礼上看到拢是国军3军仪队、宪兵机车连，也则是其他学校仪队演出。国庆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陈宗安表示，今年是第一次安排庙宇顶头伫国庆大会上表演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，意义嘛非常的无同款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